更加有業界人士指出，而家嘅換槍師傅水準不一，建議開設專門嘅換槍課程，俾相關嘅人士報讀。嗱，一般驗槍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係需要一個工具嘅。其實最起碼我哋有一塊鏡嘅。我第一樣嘢睇佢究竟閂咗槍嘅時候穩唔穩啦，會唔會無撚事飛咗出去啦？咁跟住我開始小心咁慢慢開槍，去睇下佢呢度槍教有冇變形啦，跟住睇下槍框嘅拉釘齊唔齊。咁我哋會照下究竟每一粒拉釘齊唔齊，喺唔喺度，有冇少少我哋所講嘅氧化嘅跡象。吳漢文係驗槍公司嘅負責人，過去一直有參與強制驗槍計劃嘅檢驗工作。佢話計劃實行初期市場唔夠透明，有混亂嘅情況出現。一上到嚟，我唔理你得又好，唔得又好，係咪都話所有嘢我換晒去？手製啊、玻璃膠啊、防水啊，乜都要做，好多根本政府冇要求嘅。咁結果一個單位咧，閒閒地可能去到2萬啊、18000啊一個驗槍嘅單位。佢話近期嘅手法開始有變，市民漸漸熟悉計劃涉及嘅範圍，出現判上判嘅方式，低價以幾百蚊全套檢驗做招來。市場出咗呢一類咁嘅公司，乜都唔做嘅，就不停揾 sales 去搲單，簽咗啲文件去，唔理你安唔安全嘅，係咪都話你安全？基本上佢哋唔會每一個槍同你睇有冇問題啊，啲釘有冇鬆啊。但老實講係好平，佢哋嗰啲可能係根本唔係揾個專業人士去同佢驗槍嘅，可能佢係純粹揾一個 sales 或者銷售員，純粹係做一份文件嘅啫。可能佢連槍都唔識睇嘅，咁做完文件攞翻去俾老細簽名，咁就照一樣咁交到去判處嘅。佢哋係唔合資格嘅，但係問題佢係最尾攞翻去俾合資格嘅人士去簽翻呢個名。有區議員就質疑係咪有人喺計劃入面圖利？其實佢哋而家提供一條龍服務啊嘛，驗完之後就會幫你維修埋。